后来，这个3月是国军的战备任务训练月。陆军航特部特别派战术直升机甲阿帕契直升机降落伫台北大学的垒球场来进行热挂弹的操演，就是伫直升机的引擎无关掉的状况下来挂飞弹。附近的民众听到消息，拢赶到现场要来看战机。 车一声划破新北市郊区的宁静，OH有8支战术直升机伫草坡慢慢降落。毋那战术直升机、阿帕契直升机嘛对咧降落。阿明哥赶紧将地角火飞弹安伫直升机顶面。国军伫3月份进行战备任务训练实兵演习，陆军航特部601旅派出阿帕契直升机甲战术直升机各一台，降落伫台北大学的垒球场，伫直升机无禁引擎的情形下实施挂弹的操演。今日住伫附近的人听到消息，拢来看闹热。第一次看，想说阿帕契小朋友没看过，所以带他们来尝鲜一下，能够看到它起飞，然后降落，就觉得很兴奋。第一次看到，特地赶过来看。对。 航特部强调讲，即摆操演是属于战力保存的一部分，嘛展现出伫新冠病毒疫情遮严重的同时，国军同款是无分每日继续咧训练。